智慧的人先充實頭腦，再開口說話。沒受教育的孩子，就像沒有翅膀的鳥。想要平靜地生活，就必須裝作盲、聾、啞。沒有人會愛戰士，直到敵人站在門前。用舊地圖無法探索新世界。撒過一次謊，你說過的所有真話都會被懷疑。當自我死亡時，心才能開始聆聽。當你走在真理之路上，即使是影子也會指引你。靈魂有自己的耳朵，能聽見心智無法理解的事物。不是所有陪你走路的人都會走到你要去的地方。有德行的醜陋勝過沒有品格的美麗。智者不會在同一座山丘上跌倒兩次。行動在說話時，言語便失去意義。心中充滿傲慢，就沒有空間容納智慧。眼睛永遠不會忘記深層看見的事物。當你知道真相時，說謊的人會憤怒。每一個靈魂都是一面鏡子，清潔它，你將看見神聖。有時找到上帝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先迷失自己。了解自己黑暗的人，能看見他人內在的光。有些門只有當你停止敲打時才會打開。沉默不是沒有言語，而是智慧的存在。今日燒灼你的火，明天會溫暖別人。舌頭會說謊，但眼睛永遠不會。當靈魂準備好時，老師便會出現。想找到平靜，就別追逐本不屬於你的東西。傲慢的人築牆，智慧的人開門。智者的沉默比群眾的喧囂更響亮。